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咱讲国防部敦睦舰队哦，引发着济这个惊吓，今日佫新增加3例确诊的这个病例。咱讲累积已经来到27例，是这个敦睦舰队顶的这个案例啦吼。有专家就讲哦，这回国军军舰活跳跳确诊的官士兵，这落船3天，惊大的所在有差不多10个县市啦吼，90外个场所啦吼，引发济这个惊吓。蔡英文总统嘛表达遗憾，更加下令讲国军要彻底来检讨。而且咧，咱讲这件代志对社会造成威胁甲影响，恐惊是真歹估算啦吼。咱去看这个一条，这个结果，咱讲哦，有这个医官吼，捌登起咱这个军舰头顶，甚至咱讲4月15才要做回来休假，但是伫进前就成人落船啦吼。国防部或者是这个海军敢有讲老实话啦吼。另外，咱嘛要讲到这个病毒入侵之下，军舰拢失去着战力。过去咱看到美国 Roosevelt 还是讲。这个法国、这个德国了吼，拢是世界一流的这个军舰，但是若是无健康的兵员来操作，敢真正会当发挥着正常的这个作战能力。咱讲军舰甲过去，咱有这个游览船共款吼，船员甲这个乘客拢伫真细这个空间来做生活，这件代志就是真容易吼，互病毒传染，互伊看作是一个空间真好的这个所在啦吼，拢是防疫高风险的这个所在。今日咱就要做回来检讨，这回国防部面对着空前的病毒危机，安怎来收煞？这边咱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台大工卫学院副院长陈秀熙。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医师洪明佑。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朱律师，是咱这个知韩文化协会执行长。各位观众大家安。咱等下嘛小连线来连线到这个咱的体育海军的舰长啦吼，苏炳文先来带大家看讲，陈时中部长针对今日新增加的病例，伊是安怎讲的？走来看。那我们今天要宣布有新增的3例的确诊的个案，那都是我们这个敦睦专案里面的人员那这3例里面有2男1女，但都是比较年轻的人。病毒跟这样的一个疾病，事实上是非常的多样性，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还是采取比较严格的标准。隔离的期间，任何有症状的，我们马上都会送采。最后还是要离开的时候，还是要再检验一次。包括这3例，我们确诊案例是425人确诊，那我们到今天已经有217人解隔离，我们超过一半的已经离开。咱讲哦，这回已经确诊27例，有专家佫讲吼，可能是正100例，拢有可能啊吼。咱即马特别随来连线，咱的这个体育海军舰长苏炳文，舰长你好。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咱知影吼，这回是2月27，咱知影指挥中心就是一级来开设啦吼。本地咱讲国防部都爱照卫福部的这个指令啊，紧急来做一寡应变哈。但是咱看到记者会头顶讲进前有通报卫福部，还是讲指挥中心无？咱看国防部的回应是讲无啦吼。但是咱去看讲，这回有人讲是4月15才要落船做伙啦吼。但是进前1天，还是讲进前几啊天，都有人先来落船。安怎去看讲吼？这内底到底国防部伫内底爱去检讨的所在是倒？咱先请舰长你好。主持人，因为目前因为我是一个退伍的军人这个规个敦睦的这个任务啦，个人也无参与。是。就这个部分我感觉还是爱统一由国防部的方面答准来做参考，较代表性是。不过咱讲这回这个案例啦吼，会当互这个国防部什么建议啦？尤其咱讲这个海军还是讲敦睦舰队本地，就是这个海军官校这个学生囡仔啦吼，伫咧大学4年这当会当去这个做一寡这个远洋的这个训练啦吼，因嘛有一句话叫做 Join the Navy to see the world 哈，透一遍这个远洋的这个方式，因人去做一寡训练之外，嘛会去敦睦这个友邦啦吼。但是咱就这回这个案例，会当互因什么看这个建议，还是讲好讨论的这个所在咧？主持人首先我要表达的是讲，这个敦睦舰队这个是咱民国50几年开始逐冬拢有一个举行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活动啦。这个活动其实无单纯单是海军的训练部分，因为一处理包括咱的这个国家的经济部
还是外交部，还是国安的一寡宣传，咱的国家的文化的宣传，足侪资料拢会互咱即个敦睦舰队炸出来。那甚至伊会伫个油弹补给舰顶头伊会拢有陈列一寡展示，透过即个机会咧，会使互世界咱的敦邦邦交国会使了解咱国家目前的现况、国力的状况。所以这是不单单是海军的训练，伊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外交的活动，是安尼。是，所以伫咧即件代志，咱嘛其实讲有人咧国内有人咧讨论到底。一个即个场合也是讲疫情期间到底有要去无？其实有即个外交的需求，也是讲经济的需求啦另外，毋是有侪人咧讨论讲，伫即个疫情期间，你都要特别细腻啦有啥物个通好建议咱国防部还是讲海军的部分无？发生这件代志我相信是大家拢感觉做遗憾的代志即个海军伊嘛是受到国家的派遣。咱定咧讲啦，演习视同作战。是，我相信海军伊的舰队伊也无高层的同意啦，伊嘛无可能家己要出去对就去对，这是拢有一寡高层国安方面的一寡讨论啦。一般去的国家伊会很多的评估啦，伊有当时去不单单是一个国家，我相信这件。单纯搭去帛琉这个国家离咱台湾大概是2200公里，开船大概是3天就到。所以讲因为经济所在，我相信啦，因为这个代志我并无参与啦，是讲以我的判断来讲啦伊会选择这个国家一方面，咱所有的资料显示帛琉目前伊是无疫情啦，伊这个国家伊嘛是岛屿国家。是跟咱的一寡医疗一寡物件互动嘛，拢足频繁啦。船飞过大概是80点钟应该就会使到迄个所在啊。是。所以讲伊是很多的考量去选择这个国家伊嘛是应该是经过思考啦，嘛一寡作为。为什么会检验这个问题目前我相信大家拢无一个。很确定的感染源啦，所以讲我的立场我是做歹去评断讲，咱这个做到底对啊毋对，这拢有伊的决策过程，咱是做歹去事后你检讨这件代志安尼，因为这上重要的应该是共同来替舰队替咱百姓甲眷属来安定甲这个代志更加处理好势是。甲了解这个代志是安怎发生，甲来讨论这件代志，我感觉是较有意义。是，所以是先安定咱的这个民心然后个军心然后，咱感谢这个苏南长，感谢多谢。咱下来要来请教咱的这个陈秀熙副议长然后，其实咱讲到这回真正有必要爱伫好好讨论的是，毋那是顾一个检讨一个人然后是讲，咱爱检讨的是规个这个螺丝是毋是真正松去然后，有影讲。人讲这个记者会，你讲今仔日讲的甲昨日讲的甲大昨日讲的，拢完全无同。这嘛是造成咱讲的这个检疫调查是真困难的尤其你有准备着这个图表啦有人讲这个图表恁进前嘛做一寡修改本地咱讲无镜头的感染者有可能甲这个7成，但是咱即马落到差不多2.6，但是这个数字也阁会豆豆来增加。先甲咱说明一下你所准备的这个图表。好，我想虽然咱国家发生这个军难啦有这个事件啦，但是对阮公共卫生的专家也是科学的角度来看，其实这并不是讲真意外的代志啦你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罗斯福号甲这个法国拢会发生嘛你迄个公主号顶届嘛发生嘛我借这个机会主要是要大家讲啦，我讲其实海军。对海军要做这个 COVID-19 的这种防疫，其实是甲咱社区的这预防是无啥共。是，因为头拄伟明你嘛有讲嘛，伊这你看嘛，咱的舰队伫迄个过程中，伊嘛是爱有迄个战备训练的需求嘛。你口罩，你讲你要叫伊要求全程，我感觉是无可能。这顶来讲啦，我即摆是主要咧甲你讲公主号，你看伊按1月31日，香港即个人发病了，2月5号，你
你看，就有遮侪人发病啊。一直到落尾，差不多已经有80个人拢感染嘛。是。落尾佫转去，你佫会当有人感染嘛。所以我主要是要甲大家表达的是讲，这张图会当甲大家讲，当时日本政府也无法度及时来做这件代志，因为这拢是新的病毒嘛。是。所以你看伊落尾撤离的时间拢足短的，拢上晚，所以伊会当减少这个感染吼，敢若30%啦。所以你就知影讲这有偌困难啦。你全世界讲就你即摆佫看迄个航空母舰，拢共款。你看伊为着这个美国为着这个咱的这个航空母舰伫这个战力的需求，伊嘛是慢慢撤离。你有看，伊无法度一直撤离到落尾。伊个感染速度足紧的嘛，所以你到落尾伊只有撤去关岛啊。是。吼啊，迄个你看这个法国的这张嘛是共款。吼，所以伊这表示讲伫舰队内底，你讲你要预防伊讲安尼传染，无法是足困难的啦。我主要是要讲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我感觉讲即个事件，互咱的感觉就是讲，我是安尼甲看待，就是讲伊是敢若一个。所谓咱讲的情境事件啦，即个咱看到讲你伫病院内底感染，啊，甲一个即个封闭的社区感染是共款的嘛，所以咱重点就是讲，国军伊发现即个情境感染的后壁的处理一方面，这是伊的管理措施，但是咱即摆学习的就是讲，咱如何要面对将来，是毋是会当防止第二届啊？因为你袂使讲全世界咧流行，这嘛有可能佫发生第二届啊，这是较重要嘛。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应该甲这个事件，甲看做一个情境事件。当然你要找感染源，我是甲大家报告啦。其实感染源当伊今仔日甲这个症状拢全部报出来了后，其实是真简单去算出讲，应该有偌济人爱感染，应该有偌济人爱康复，应该偌济人伊无感染。迄其实第3个点。顶阵伫保留出来，还是伫海上，还是伫停建了，伊的感染源拢算会出来啦。但是我要甲大家讲，这其实吼对目前来讲，我无感觉这有偌重要啊。因为咱重要是讲要甲这个感染诶。情境感染甲减低，莫变做社区感染。所以你看到，伊无症状感染伫3只船内底拢占50%，但是你看到咱即摆报出来26%，是因为伊即摆拢看到拢是有症状的人，较去有镜头的人较去用嘛。所以这受理来讲吼，随着时间来讲，伊就开始会更正啦。我是感觉讲，从钻石公主号，我嘛甲大家讲1月31日嘛咧加人落船啦。伊嘛到处伫遐北部咧伫遐咧逛街啦，结果咱嘛是安尼防治了，那也无发生迄个社区的大流行。所以我是感觉大家对这会使较放心的啦。较放心的啦。较放心的啦，因为咱台湾都前一讲咱的防疫文明嘛做了袂歹啊，口罩嘛是搁有咧戴下然后所以大家是免倒是我感觉讲，对遮的官兵因转去迄2天。时间内底，你若有近距离的接触的家人，特别是老人可能爱较注意一下。是啦，这是我讲甲大家一个提醒啦当然，伊即摆已经转去甲官营，迄个隔离检疫啊，我想对被传播的社区的大流行的可能性是较无啦。我先表达到遮大家嘛较了解讲，其实。虽然咱发生这代志，国军爱去检讨，毋过咱本身来讲，咱对台湾的民众来讲，其实也是台湾也是阁算真安全啦。是啦，也算安全。不过咱咧讨论讲，有10个县市、90外个所在，有20万人拢收到这个信息啦今日咱讲采检的人数嘛是来到这个1830几个人啦嘛是讲清明连假了后一波又搁采检的人数搁冲起来这个部分啦这代表什么咧？是毋是代表大家惊吓？咱讲今日高雄市有一个案例啦就是讲几十个这个高雄市确诊的这个案例内底，另外阁有9个市民有出现家扫然后这个鼻水等这个镜头出现，是毋是有人是因为惊去采检？但是尾仔这个镜头要安怎来解说？咱继续先请洪医师。阮先来讨论一下这个军舰的代志大家若是希望这个军中这个文化爱进步啦爱进步。进步
绝对要检讨是系统啊，是，袂使针对个人来检讨。嗯哦，所以这个声音讲吼，为什么一开始讲恁有戴口罩，啊了结果表演的时阵拢讲无，是互人翕出来拢无戴口罩，也是讲军舰顶悬吼，啊你就明明看见200外的人次，吼啊嘛有发烧，嘛有上呼吸道感染，吼啊为什么这个医官无迄个敏锐性吼？我是感觉这吼针对阮会当甲事情厘清，但是伫这个时间空间，针对个人的迄个检讨吼，是应该是爱拉回来变系统啦吼。就是一个体制上的检讨。我互大家一个感觉一下吼，因是3月5号出航吼，是2月21登舰，3月5号开始出航。大家想一下，3月5号的时阵，台湾才44个尔，是，美国拢无疫情，吼，所以。因迄阵出航的时阵，伊对这个武汉肺炎，伊这感觉是感觉讲啊，就少仔人尔，啊，拢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迄边啊，阮要去的帛琉是伫菲律宾的正边，吼，东边，吼，啊，离台湾2000多公里尔，吼，啊，所以近啊，若毋是中国大陆啊，迄边嘛无疫情，啊，所以大家的心态就是讲啊，阮遮上传的时阵是大家是清气的，啊，帛琉迄边嘛清气的，哦，当然。对这个武汉肺炎，无可能像讲阮欧美这1个月来一直疫情拉高后，大家有一个警惕感，所以你袂当用阮伫陆地上啊资讯很充足、很丰沛的这个心态吼，阮是一直提高嘛，阮嘛毋是一开始就遮尔有敏感性嘛。不过咱讲伊即回这个鸳鸯啊，这个训练其实本地是要去做者友邦的这个国家，是尾啊看到疫情欠悬，才尾啊选择可能零确诊的这个辟流者来去做一个友邦蹲步这个动作。当然，这个条件是真好啦吼，因为对于官兵来讲吼，因即届进前有一个迄个新疆队员舰长吼，伊嘛是讲吼，其实这对于海军官校因来讲是足好的一个实习啦吼，若是讲若像毕业旅行的感觉，但是对因来讲，这嘛是一个很难得实习的训练啦吼，啊去有帮来做一个表演，吼，互阮的活力、军队活力安尼展现出来吼，大家安尼交流，这真好。啊，就是讲你袂使伫遮讲我们这边的敏觉性较悬吼，啊，所以军上的迄个医官拢无敏觉性啦吼，啊，但是当然吼，以4月9号靠港吼。是。啊，4月9号靠港吼，因是用迄个30天，吼，因应武汉肺炎伊的管制的办法吼，这种远航渔船吼，你30天内要是没有跟别的船舶有交流，人员交流还是登船检查，吼，还是讲有靠港，吼，只要这群人是稳定30天内，然后没有任何症状，无发烧，无上呼吸道症状，无啥物吼。安利30天等于你是一个干净的啦，因为你那是有病毒底来在传，一定有一些症状嘛吼，啊，所以你30天回来，时间到了啊，阮有左营医院有一个检疫小组登船嘛，听讲是1点钟就把这个337人的这个检查都检查了，我是感觉这是毋是吼，阮国军定就是安尼啦，你定就这 SOP 拢足严格的吼，就像讲吼。你一开始出航嘛，讲只要有任何一个船上有任何一个疫情疑似，这一趟就取消。这个规定一公布，我请问啦，船舰上任何一个人有症状的时候，谁敢讲？谁敢讲啦吼？谁敢说自己怀疑自己武汉肺炎啊？你们是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款的文化啦，啊，像讲左营你靠港要解隔离要就地解散的迄个4月14号，迄才是关键啦。这才是关键。你跟有当地我们在地的医生检疫小组上去确认这个事情，你有没有符合30天可以下船？啊，结果你给我讲符合。是。好啊，这个我就觉得该检讨。好啊，但是还是一样，我们共的就是讲，运动爱针对整个系统。体制啦吼。体制来做回来检讨啦吼。其实咱过来看讲，其实这回这个疫情的拖到这么严重吼。其实就是讲，这个空间真正非常的这个小啦吼。啊，过去咱都有看到美国这个 Roosevelt 这款这个军舰这个例啦吼，但是咱安怎伫这个军舰来做学习，可见是这回就无啦吼。所以伫这回疫情伫这个军舰摊开，咱有的人嘛是讲无意外啦吼。但是要安怎去防止讲后摆这款这个代志，因为讲疫情可能无法度遐尼紧就来停止啦吼。安怎自这个错误内底做核实？咱先来看吼，这回疫情咧关注感染，咱讲头段嘛讲27个人已经确诊啊吼，啊引发着侪人的这个关注吼。
即阵咱嘛讲到90外的这个公共场所吼，分布伫咧12个县市吼。啊，另外咱嘛讲，即回27个人武汉肺炎，拢出现伫咧潘石南内底，到底这个病毒是遐尔拄好拢是伫即个南顶吗？还是讲即个病毒真正有够巧的？拢找到这个南顶的这个人，啊，其他有2只船拢未去找到，吼。所以咱先看潘石南内底有377名这个成员吼，226个人去看医生啦吼，啊5个人捌发烧过啦吼，啊其实有对这5个人发烧，这个去甲采检，啊第一采的时阵吼是阴性，啊并且抽血内底有这个抗体啦吼，表示伊就是捌感染过，但是即阵已经去较好啊啦吼，啊有人伫咧3月2日就镜头啦吼。咱讲这个规个这个敦睦舰队吼有3只船啊，其实这个拢总的官兵人数是744个人啦吼。啊，即阵咱讲确诊的人数是27个，将接触者吼差不多349个啦吼。啊，居家隔离187人，啊，自主健康管理有162个人啦吼。啊，咱头讲到吼。差不多有12个县市吼，10至12个这个县市啦。咱看讲到底是倒位人爱特别注意啦。其实咱嘛讲到吼，20万的这个信息是传互伫遮吼，可能你伫遮后待15分钟以上吼，可能甲这个确诊者吼有可能有小接受这个可能甲空间伫咧台北有5个所在，新北市有4个所在啦吼。啊，其实桃园新竹县啊，有苗栗、台中，这拢是有啦吼。啊，其实咱要搁上注意，就是讲高雄才有34个。所在啦吼，啊，其实侪人爱去洗这个牙齿啊，拢是包含伫咱讲落船这个行大，可能这个确诊官兵行大的这个所在，拢爱去特别注意啦。但是咱嘛有讲过，其实咱的公共卫生是做了袂歹，大家嘛先免惊吓啦吼。但是就即回这个，咱嘛看讲，其实伫咧国际上，美国有这个案例啊，法国这个戴高乐这个军舰嘛进行这个例啦吼。啊，其实因应着武汉肺炎这个病毒。进前要传出讲啊，美国甲这个韩国有要做联合这个军演，其实伫2月底遐就来做取消啦吼。咱先请这个朱教授啦吼，安怎来去看讲，这个国家有阴影，但是咱嘛看美国这疫情真歹收煞啦吼。啊，但是因伫进前就要做规个大这联合军演，但是这个军演取消，敢有伊必要这个所在？我感觉美国甲韩国的迄个逐年哈，例行的这个军事演习哈，是，迄是真大规模，是，迄比咱的杜牧舰队去保留迄规模100倍咧，大几啊10倍、几啊百倍哈，伊迄几啊万人的军人咧训练嘛哈，演习嘛，迄是实战的迄个演习啊，军事演习，所以伊感觉伊知影讲这个疫情对这个演习的影响，是，所以因延期嘛，哈，延期啊，我感觉真一个背景哈，实在。我感觉咱台湾人应该有这个基本的地形，有影，就是讲，咱是一个小岛的国家，啊，咱的海军会当演习，还是讲会当训练的机会，是基本上无济嘛。啊，所以这个杜牧舰队去出国去保留，我感觉大家咧怀疑讲是安那去的是7天，等来14天，10几天去啊，10几天啊，你其中时间你咧创啥？坦白讲吼，咱甲咱。可能伫海上吼，拄着咱友好的国家的军舰，是，有交流，做伙演习一下。对，演习有演习是毋知啦吼，啊交流是一定有可能的嘛。是，举例来讲，咱以前甲美国买迄个派利级的军舰，啊，咱的海军就派人去加州，Long Beach， 迄个美军的海军基地吼，去遐训练，训练是分几啊批吼，啊。差不多训练拢1年以上，是啊，训练了会当使转来吼，啊，则美国的军舰吼，陪同咱的这个派利级的，安尼沿路太平洋安尼经过夏威夷，经过关岛，啊，要到接近台湾的时，才放迄台船家己行，吼，啊，所以这个我25年前听到这个消息，我想这个已经是对海军来讲已经是公开秘密，大家拢知，是，我感觉阿强我嘛知。吼，所以伫这个期间，咱看阿强的动作真济啦，吼。对啊，你这个拄啊伫第一岛链哈，台湾是第一岛链的中心嘛，是。所以咱台湾吼做，互咱讲做是未定模的航空母舰，吼，不成的航空母舰，是。啊，拄啊伫这个美国西太平洋风线的中心点，啊，所以中国即摆一直想要突破这个第一岛链嘛，是。所以伊的飞行机飞过来，吼。
超过台湾哈，一个过太平洋这边啊，所以伊嘛可能嘛知影讲哦，你即有啥物动作咧做哈，所以伊来顺一下安尼哈。是。你若讲台湾去互阿强接收去，这第一岛链就破空嘛。是。破空，伊就随时会当入去太平洋嘛。因为我伫美国我是读东亚的研究哈。是。你伫加州看倒来台湾，你就知影讲台湾的地理位置哈有偌重要，哈，真正是真重要的所在。所以我感觉讲这毋是干那敦睦舰队的迄个，你就有可能讲你伫海上去拄着菲律宾的军舰，拄着美国的军舰，三个国家就动海联合做一寡训练伫个啦吼。这有可能啊。你若交流的时，你就有可能去接触到嘛，接触到迄个肺炎的病毒嘛。病毒啦吼。所以我是感觉，咱干那一直要要求讲国防部要老实，是伊是有口难言。有影啦。而且哑巴吃黄连嘛，袂使讲出来啊。是。所以我感觉吼，立法委员嘛，莫一直逼国防部讲，你要老实，要讲出事实出来。这款代志实在是军事机密，咱台湾人因为有这个认知嘛。有这个认捌的吼。莫讲啥，以前咱咧训练迄个新加坡的军队嘛。是。新加坡的军队伊都无所在通训练嘛，对无？伊的训练去飞去就马来西亚的领空啊嘛，对无？所以台湾替伊训练嘛。这种公开的秘密，大家拢知的代志，大家咱知影咱国家的处境吼。是。就莫去一直要叫国防部安那表达吼，伊都讲袂出来嘛。是。所以我感觉做一个台湾人，你要家己知影咱家己国家的处境。莫去为难安尼吼。是，有诶，这个国安战级的这个思考啦吼，还是讲这个外交上，还是讲这个军事上训练吼，有这个必要性啦吼。这是有当时也是公开秘密，也有当时也是袂使讲的秘密啦吼。伫遮，咱要来讲较有路的讲，其实有这款秘密存在，但是咱较有路来思考，就是讲，伫咧后尾手挖港了后。这个可能确诊的这个检验也好啦，还是讲顶的我讲6天，这6天是毋是为着病的几率相关啊？我想是安尼，头拄我讲到一个重点啦吼，其实我感觉咱大家吼，毋知影讲伊其实伊海上有另外的任务啦。有影。即我感觉这就是一个足好的民主社会的澄清吼。我感觉对某些人来讲，伊可能毋知影。有影。所以安尼吼，所以我头拄已经甲主任讲，其实今仔这2天我拢知影。因为其实你要叫阮算这算出来偌济人感染，我拢足清楚。数字真紧就算出来。因为同一个病毒，伫一个船顶，伊会造成3个拢共款的。你真袂讲真困难啦，但我感觉这已经毋是重点，因为我今仔讲一个较比较公正的话啦。咱今仔日要求减害计划，讲你100个人集会袂使进行。你宗教团体是毋是袂使进行？但是你有法度去要求咱的国军说，你今仔日袂使集会。我都唔知，我做过兵，我都唔知影讲，你今仔日要叫我无爱集会，是要安怎无爱集会？真正要修正的。所以咱有当时啊吼，拢会甲一寡物件想甲足简单的。当你去上这的时阵，你讲奇怪，你要求100个人的集会袂使进行，你要求宗教团体也是讲袂使安尼集会，但是国军、甲海军、甲甚至空军，伊是安怎有法度讲集会卖做伙，安尼部队要安怎训练？你野战部队。你可能做行政会使，毋过你野战部队，你到底你要安怎讲？买互伊集会训练。你训练的时阵是毋是要戴口罩？你训练的时阵有社交距离，这个物件咱拢爱去思考啦。我是平常心讲，我听到这代志我是真自责啦。我自责啥？因为我感觉讲，阮伫公卫生，阮就知影讲舰队其实是足。但是阮就是一个时间，大家拢咧无闲啊，无法度讲哇，一直讲舰队的代志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从这个舰队的顶管，咱应该得到咱的一个算讲一个经验，甲全世界讲，讲咱要安怎对这种有机会无法度避免的这种集会的团体，伊应该是有一个另外的 SOP， 甲咱一般的民众讲你要做社交距离，你的餐厅你会当讲这位卖坐，这位坐安尼。但是你伫舰队，还是你有法度安尼做无？所以咱应该从这内底重新思考，互国防部一个机会。既然伊也道歉啊，重新去思考讲，因为拜托，世界咧流行咧，这个剑还未结束啊。还佫有外侮的，所以咱要防止就是第2遍冇有发生，这才是重点嘛。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代志，对后壁伊是安怎讲，这个检疫6天啦，后壁出来这
放伊出去啦吼。这我感觉讲，这就是咱军中咱家己要去检讨的。但是这你袂使讲，因为这个事件，他都要讲，伊当做一个单一事件来怪责，因为这个疫情安尼啊。你想看嘛？人我咧看这个代志，口罩爱分开，是通报爱分开，因为这个物件毋是干那海军发生尔，你今仔日陆军、空军是毋是有同款的代志？啊，你袂使讲今仔因为伊发生了后，你著甲口罩甲伊讲伊讲了斗袂起来，然后甲这个事情去归罪于海军，啊，规个代志都规个拢难做伙啦哈，难做伙嘛。我足无安尼，因为科学家上重要的责任就是讲，你口罩的管理，假使你若要求伊要安怎做，你著甲讲个清楚，伊做无法度落实，军中有军中的规矩啦，我讲的啊。军中嘛，毋是讲今日讲哦，你甲设规矩，伊就全部人拢做好，这咱过去咱拢知影的嘛。所以咱无应该甲军中的管理的代志，甲这个疫情两个甲混做伙。安尼混做伙了后，代志就咱讲的就复杂，啊，就歹讲。哦，所以我是真赞成讲迄个王医师讲，就是讲今仔日咱讲啊通报的代志，你讲今仔日报出来这足侪症状嘛吼，啊伊嘛是等于去查，啊我问你咧海军，你嘛就是个海军人拢会知影讲，我小兵啦去有啥物病，我嘛紧去报病号啊，我若讲报病号，这大家拢有感觉哈。是，我咧讲，我咧26师，做兵啊。所以报病号你就知影意思啊，迄个病啊，若小可有一点仔无拄好，伊当然嘛要去看病一下。所以对伊来讲，伊医官咧看病，伊嘛毋知影讲今仔日这要甲COVID-19要安怎区别，因为我都做检验嘛，伫海顶要安怎做检验，所以伊要安怎去甲你通报讲，我今仔有 COVID-19。哦，所以这个代志我是讲，整体而言，咱重新这思考这个代志，看卖讲，会当互国军伫这个疫情内底有啥物检讨的必要？互全世界知影讲，咱其实咱这事情，甲伊迄个罗斯豪舰跟迄个戴哥老舰，咱是小巫见大巫啊！哦，所以我是觉得是说，国军不可以没有战力啦。所以咱应该伫遮吼。得到一些经验啊，得到一些实习啊，我是学足济。我感觉我伫这敦睦舰我学到很多。我嘛较知影讲，原来因出去是去做外交做交流。啊，对这学生嘛是一种训练，一种收获。咱会使讲对官甲将是安尼，但是对学生这是国家未来再一步的主人嘛。所以这我感觉这是咱家己要咱互相来了解这个代志。就是讲这回这个敦睦舰队真正是咱国军吼训练一个真重要这个所在。过去我嘛读过一档这个军校啦吼，啊，迄当阵是读政治作战学校啦吼，啊，其实当年但是你抽到这个海军的这个学长，因就是爱伫大学4年的时阵，你就要去海军先实习，啊，你就是海军的真正是来对海安尼远洋出去啦吼。啊，听因倒来讲，因其实是无遐尔轻松，毋是去遐表演的呢。政治作战，你就爱政治作战吼，你就是爱宣传战。啊，其实有的人就是爱值更，然后华语讲值更，就是讲可能是某4点钟，你就爱伫船顶看一寡海象是啥物啦吼。啊，这其实拢是对着这个国军真大这个栽培训练的这个所在。啊，尤其朱教授嘛讲着，这个协同的这个训练，其实毋是干那咱国家尔。除了可能有美军，这是袂使讲的秘密，可能嘛有菲律宾等等的啦吼。啊，其实咱都要带大家来看讲，这个敦睦舰队，咱有整理一张图表啦吼，就是讲这个舰长啦吼，其实嘛是有这个医疗这个设备，但是拄着军中文化，要安怎来去做一寡这个适应的这个方式啦吼。啊，全名或者是中华民国海军敦睦远航训练支队啦吼，就是咱讲的这个敦睦舰队。真正是当年度拢例行性的这个任务啦吼，啊有4档是可能会拄到这个或者是大远洋啦吼，就是讲你去的这个友邦国家搁较济，但是咱看这回啦吼，就是讲有较减少，因为疫情的这个影响，啊是这个海军官校4年这个后学期啦吼，实习这个真重要这个课程，啊主要这个目的就是军事外交啦吼，啊其实是代表总统也是全国军来访问这个邦交国。这个部分啦吼，啊，另外这个敦睦舰队其实是3只船来做伙来搭配完成的吼。咱讲这个潘石舰内底吼是这个油弹补给的这个真重要这个旗舰啦吼。另外，佫有成功级的这个巡防舰，甲这个空定级的巡防舰，拢总分别拢有一只啦吼。啊，这个以外，佫有咱讲的海军一队，也是讲海军军乐队，啊，佫有这个海军陆战队、这个机关队啦，等等，拢有伫头顶。但是咱嘛讲，因为因应即回，咱讲武汉肺炎吼，伫咧病毒，
因要出行进前，就伫医疗头顶有做一寡这个设备啦吼，有手术室，啊，都有诊疗室，佮有气科的啦吼，啊，佮有一间负压隔离病房啦吼，佮有这个血库，也是输血这个设备等等啦吼，拢会使执行着外科这个手术。但是咱讲有即回这个设备伫咧，但是咱若无去做一寡检测，伫尊顶，咱嘛有讲着军中这个文化啦吼，啊，这个可能头拄仔咱副院长嘛讲着。若是你要报病号，会互军队内底会互安怎看？是，我先讲吼，头迄个我先互大家一个概念，病毒的概念就是讲，你若是接触到这个病毒吼，这病毒真正有法度吼，碰到你的黏膜，真的进去吼，感染的成功了之后，先我先讲一个大约5天的潜伏期，这5天的潜伏期，病毒你从样在复制它的病毒量，感染你更多的细胞。为什么叫潜伏期？就是讲伊无症状。第6天发病，你开始有症状，就是讲你开始甲伊对战，你的免疫系统甲这个病毒开始对战，所以才会有症状，才叫做发病。我们之前病毒学报告就怎样讲你发病的第1天病毒量最高，所以这一天其实感染人的几率就很高的。所以潜伏发病的前1、2天到发病之后的2、3天常常就是能够传给下一代的机会啊，所以为什么阮讲这个武汉肺炎病毒大概6、7天、8、9天是传下一代的机会啦，每一代的间隔大概是这样6到9天啦所以阮来讲大概3月12号到15号伊是伫帛琉嘛12号到15号，3月21号差不多就是6天、7天、8天之后从帛琉离开之后。6、7天之后，开始3个人发烧，有镜头啦。这3个最后有验到有抗体，是在发烧，所以确定他们是有感染。所以你感觉这是第一波？这个应该是第一波，就是21号、23号、26号有3个发烧，有确定有抗体阳性。过来4月1号开始按397发病，4月1号发病，又跟前面大概是距离6、7、8、9天，所以这又是下一波。4月1号397发病也是有是4月12号、13号，是够10天，大概就像6、7、8、9天、10天，那就差不多6、8天到10天，一代，所以阮会大概推测啦，这个病毒在这个军舰上应该是一个人传3代啊啦，3代所以讲若是阮其实伊4月9号就已经靠船啦，较返港啊嘛阮为着要迄个30天会当就地解散所以变做互因留伫遐6天，这就是一个真错误的一个判断啦。因为你若是你路上的人爱有资讯嘛，其实你若是会当甲提早甲伊问讲内底到底有人有嗅觉异常，有感冒镜头有发烧，其实就爱先落船来检查，你哪会互这337个人留伫船顶，搁6天呢？互伊搁伫遐传染，结果13、14、15、16，逐工拢伫遐发病。发病了17号才确诊，甲紧叫转来隔离。所以就是阮爱为即个病毒学甲即个代志内底去学着即个教训啦。就是讲阮后壁爱安怎来迄个，过来我是感觉讲学者爱入去啦，即个做全面的抗体检查，我是感觉一定爱互阮的老师入去做一个最好的迄个。因才是专家啦，因入去会当分析，上好会当做一个 paper 出来，这 paper 出来其实会当互全世界帮忙。我即马大家拢讲台湾 can help， 台湾 can help， 即马阮 help 是啥物？口罩嘛，可能有一寡机器嘛，较弱势的国家阮互伊呼吸器嘛。其实对医疗团体、医生来讲，也是对全世界国家来讲。上重要，台湾 can help 就是阮即个研究、学术研究的物件，医学研究的物件，阮会当互因有更多的参考，互阮的经验在医疗上的经验，才会当复制出去。所以这最重要。过来讲到讲，若是即个6天都来下船了，会不会造成大感染？我大致是较乐观，我甲副院长想法是共款。为什么呢？因为阮台湾人有打这个卡介苗，针对肺癆啊，这是为着防肺癆啦，肺结核啦，但是因为伊拍住的时阵，伊是些活性减毒的啦，所以伊会诱发阮的细胞免疫，就是非特异，就是伊对其他的病毒嘛有一寡保护力，所以有迄个最近足侪论文这是一个日本的藤田大学因做的，因去分析
打卡介苗，甲今摆国家吼分 A 组，啊甲有小可组的，啊甲完全无组的国家，结果看起来，迄个传播的速度。传播速度甲症状是明显下降，甲无做的完全无共。有拍卡介苗，这个一个地球三个世界啦。是，有做卡介苗，因分析起来是安尼，伊的传播速度会当减缓就多。是，当然嘛是有例外啦。像欧美因的社交的习惯，因那青年，就是你公共卫生的习惯无好。法国啦，法国伊有做卡介苗，但是伊嘛是。拖到最严重，大家拢伫遐浸来浸去，迄这无法度。过来因研究讲吼，对死亡率有影响无？死亡率、致死率吼，看起来是无影响啦。伊致死率主要是针对迄个较年岁较大的时大人啦。时大人因的免疫力较下降，这个疫苗的保护力就较弱啦。反过来讲，阮即届官兵拢是少年人，活跳跳，活跳跳，拢伫迄个疫苗还有保护力之内，所以因的病毒复制量、病毒数。甲传播互别人的迄个能力无遐悬啦。你看阮的军舰，你看迄法国戴高乐号，因迄是1700多人，内底就1000多人拢感染2/3啊。因迄是看甲偌严重呢。但是对阮台湾来讲，即届3波尔，嘛才即摆看27。当然，这几工第3波还会有人，刚可能拢有案例出现。是，但是这是军舰，阮讲军舰那像一个培养皿，大概密闭的生活。但是你若是回到社区，这个空间社交距离拉开，是毋是有这样的传播力？阮是会当较乐观，所以民众袂使伤惊遐，讲搁自报迄个门诊，搁自报急诊。这对采检能量嘛是有这个影响伫啦吼。对，当然讲到这个采检的部分吼，歹势我一概甲讲了，可能占一寡时间。阮的采检即卖的黄金标准是用 RT-PCR 来做，RT-PCR 就是讲阮。取3个这个 RNA 内底上就特殊的啦，袂甲别人混在一起这特殊的片段，阮就甲去活化，萃取出来了，甲放大，甲这个片段放大，甲荧光物质结合在一起，所以伊若是有这个片段，伊就会当放大到荧光物质的那个侦测出来，所以伊会当放大1兆倍啦，伊是一个就敏感性就悬的一个检查，所以为虾米叫黄金准则？但是伊活病毒、死的病毒嘛，拢验袂出来。过来就是伊这个检验，伊头前爱有人去甲操作。是。操作掉，你搁爱互伊放大的过程，爱升温、降温、升温、降，所以爱开一寡时间啦。所以变做伊的能量无法度扩大。是。就好就是讲，阮的工研院顶礼拜有做一个易开罐啦，伊就那像易开罐爱细罐啦。伊是上新的这个恒温式的核酸的放大的方法，伊就免升温降，所以伊个机器会当较简单。过来伊的时间会当为6点钟变做60分，就会当出来。当然国外有一个亚培 ID 脑，伊讲伊会当5分钟还是15分钟出来，伊迄东西同样的这个恒温式的扩大法，也原理同款。这就会当是毋是这款的设备？了，阮的海军甲空军陆军无共嘛，伊出去就是隔绝嘛，与世隔绝嘛，伊一定要有特地的检验的设备嘛。这种不用实验室移动式的又准确，是毋是爱适合的准定？是毋是开始爱阮工研院跟海军配合？其实阮有足侪各式各样的人才，但是阮有没有横向的合作啦？是，把这工位的学者带进来这次的检疫讨论，研究甲工研院这些很好的设备进到军中，是，搁在阮的官兵的迄个敏捷性，军医的敏捷性，提升啦大家一起来，其实阮对系统来检讨改善，我是感觉过来就文化，所以应该是。我是感觉发生这款代志，其实拢是好啊，因为大家拢知影讲，若是疫苗无出来，这个疫情就是1年2年的问题啦。大家一定爱慢慢修正阮的系统，会当符合啦。伫咧错误中学习啦吼，头拄洪医师嘛建议讲，咱公卫学者会当入去做一寡即个建议甲检讨啦吼。咱会当伫尊顶，还是讲做即届代志，安怎佫互因建议无？我是安尼啦吼，我感觉即届代志吼，其实有一个，我感觉。咱对海军也好，我对迄个所有的陆军、空军，我是感觉安尼啊。因为世界还搁咧流行。是。假使欧美伊若开放了，因为伊无可能封安尼久啦，开放了。咱为着要对咱这官兵有照顾，我是感觉爱检测啦。是。海军起哩都爱检测，你要叫伊用口罩甲这个社交距离困难的时阵检测。其实我甲你讲，其实即摆上重要做的代志是应该检测伊的抗体。
是，因为抗体若有免疫，伊就安全啦。哦，你当然咱即摆歹势放伊出去嘛，管干的问题，但是伊都安全的时阵，伊就感染过啊啦。你看今仔日，就安全啊。你看今仔日因美国的想法就是安尼，发觉感染若有抗体。紧等于做工课，因为伊有免疫力啊，伊都袂共感染啊，所以咱的思维爱改变，爱改变啊，爱改变。所以我感觉讲，咱趁由这一次的这个事件，伊若有法度去检验，伊是有抗体，吼，你莫去管伊什么时阵感染，但是你要有抗体，这紧等来甲海军服役啦，吼，无大家吼为国家来效力，为国，因为你啊，但是对无感染的，咱爱抗原爱甲检查一下，他都要有讲的，所以我是感觉对。我是希望对，若要照顾咱的官兵，啊，要保障咱莫阁发生这代志，咱来检测。咱检测靠有法度去追踪讲啥物人有安尼。差不多有18万外的这个军人，然后拢去做一下普通的这钱是应该开啊，因为这个是因为要保护咱国家，要有这个战略。啊，你无爱阁开钱安尼，啊，这是我是感觉讲咱来去检讨。当然，咱是安怎要从最危险的到最无危险的来做分进，互国军去做一个危险分层嘛。是。啊，咱三军总医院跟国防医院嘛有足侪人才，有这个能力啦吼。有这个能力，这是我互迄个这个事件内底公共卫生经过安尼的建议。啊嘿，啊，莫阁讲一直要找这个感染源啦。我感觉这是安尼。是，不过有一寡代志嘛是爱去做一寡检讨，比如讲4月15号，因就讲要做回来放假，但是进前咱有经历啦吼，就是讲国防部的这个讲法是豆豆伫遐变化啦吼。讲看见人数本地70人，改到148个人。毋过咱真正是爱需要伫这错误中学习，真正若是这回咱处了解好，无进入到社区，其实嘛是围到到有一个好处啦吼，嘛是互国际台湾can help伫咧错误中学习，共款伫咧错误中学习的，毋但咱台湾。韩国，咱嘛看到因的这个例啦吼，因嘛当伫疫情期间来去做一寡投票啦吼，继续咱嘛等下要请教咱的朱教授，咱来看讲韩国吼改选伫咧防疫措施遮，因安怎去做啦吼，咱来看讲投票的时阵，韩国境内有差不多有4万多名武汉新冠病毒这确诊者，仍咧这个接受治疗啦吼，为着要确保因国民的投票权啦吼开放。必须要隔离的这个公民会当透过这个用寄的这个方式，还是讲无在籍的这个投票方式来投票啦吼。民众你嘛是一定要挂喙安。现场咧嘛提供讲酒精会当互你做消毒，甲挂这个手套啦吼。甲其他人嘛一定要保持咱所讲的这个社交距离啦吼。进入投票所来等来磅体温啊，超过37.5度，就是这个有要义的这个镜头，你就会互带到这个有特别设的这个计经啦吼，来去专用这投票所啦吼。咱讲过去韩国总统文在寅伫咧疫情初期的时阵，民调是歹甲，即阵咱讲真正看到伊防疫成功吗？有人讲这回韩国国会投票，真正是有人是甘泪去投票啦吼，真正毋甘，也是讲真正肯定韩国。总统防疫这块真正有成功。韩国这边的防疫吼，我感觉我先对迄个 SARS 开始讲吼。17年前，咱台湾受到 SARS 的迄个迫害吼，死几啊人，死几啊十人嘛吼。韩国无代志。迄是因为真骄傲吼，讲咧kimchi哈泡菜哈，会当控制 SARS 不当一回事嘛。是。2015年的是 MERS，中东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哈。MERS 是迄个朴槿惠做总统，也不当一回事。伊就讲 SARS 我都无代志啊，MERS 算什么？学生戴口罩，家己可能感冒还安怎戴口罩去上课，去教室甲骂出来啊，你就造成恐慌啊，造成全班不安的心理啊。这边因就学到教训，无初期的是文在寅啊，也是漫不经心，不当一回事。所以韩国民众都骂讲这个将帅无能啊，累死三军啊。因为防疫人员是真认真在拼因为因足奇怪，因为政治制度因无副总统，总统来就是国务总理，总统若出国的时就是总理来代理，无，迄个秘书长负责看大总统缺位时，再由国务总理来带总统。所以，伊个大权独揽的情况下，上面的总统不讲话，下个人唔敢做代志。迄朴槿惠伫4月号的时就是安尼嘛。伊失踪7点钟无任何的，所以迄个大权独揽上面的人不指示，下面的人不敢动作。伊初期就是安尼，到3月15，迄疫情飙到最高点的时候就
开始全力投入啊，啊，哇，就大幅下跌了，是，下跌，今天这边真好笑，就是讲，迄个武汉肺炎救到韩国执政党，救到文在寅总统，是，感觉啥啊？因举一个例吼，一直3月底就宣布讲，迄个受害的家属因有紧急救难基金，紧急救难金各地方政府家己在家己决定，就是讲你对较散车的所在的区域，你先发迄个救难基金，这是第一步。像经济道，迄所有的外围迄个所在，经济道政府伊就家己迄个基金会当运用，水源嘛是，我一个学生嫁韩国人，生2个囡仔，3月底去申请，4月初到就领着表示你这个速度真紧啊。对，伊讲申请的是敢若3分钟尔，迄人就帮你电脑安那，初到1礼拜就领着钱。因兜2个囡仔嘛，佮2个大人安尼，所以领着40万韩票差不多台票才11000外安尼所以迄个效率，伊讲这个效率毋是敢若真有效率尔，是有感的效率，让人民有感。是所以就是安尼，这个疫情控制了真好嘛。所以迄个选举，迄执政党在大赢嘛。迄超过6成的迄个国会300席180席是执政党甲伊的卫星政党摕到。所以这嘛有史以来最高的这个情况。是。所以这就是讲，迄个有一个记者伫韩国咧写，佮讲多难兴邦真正去国难国难之下，真正去疫情处理较好势，对当互这个韩国社会、互人民有感觉安尼啦。对啊，有感觉的这个效率是，所以这边真正是，我讲文在寅是赚到啦但是嘛是你疫情爱处理好势，你看其他的国家啦咱嘛有经历到一流图表，就是讲全球疫情的变化真正是真紧啦全球咱看美国即马是上严重，美国今年11月嘛要选举啊即阵是78万，但是咱看川普甲这个州长啦嘛是伫遐争来争去啦这嘛是一点爱去关注的这个所在。另外，咱讲台湾其实嘛有这个选举啦就是6月初这个补选，到底伫咧疫情之下安怎来去选举，咱嘛是未来可能会当好好讨论。不过，咱要搁请教朱教授，就是讲，这回你嘛讲到这个韩国国会改选的这个结果啦就是讲这个执政党，还是讲甲伊这个其他的这个卫青政党会当表现甲真好，真正有的人是肯定这个防疫的这个作为啦咱嘛有看到讲过去这投票率伫韩国遮嘛是真歹啦这回当创下差不多6%是创下韩国自这个1992年来上悬的这个纪录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实处本地是120席会当探到163席啦加上这个其他这个党有17席伫国会300席内底会当摕到6成180席，真正是这个198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头一摆有政党会当取得国会3/5的这个席次啦执政党头拄嘛讲真紧会当普遍拢来做一寡体检，也是讲有这个 drive through 啦华语讲的这个得来速，拢是这个胜选的这个真重要这个原因啦结果咱继续来请教咱的朱教授，就是讲1987年会当看到这个国会席次这个转变未来韩国可能咱讲这个疫情也无通解决啦无法度收煞但是伫这回韩国你感觉学到啥物？我感觉韩国就是讲。执政党第一摆一党独大嘛，韩国人真趣味这个伊的迄个选举的迄个总指挥就是前任的，就是前国务总理李洛渊伊本来当日报的记者，我真熟伊就得票就是这么悬以后真是足谦卑的伊讲大家拜托不要掌声大家。我们的奋斗才要开始，也搁伫咧疫情期间也搁来奋斗。所以伊就感觉，我就感觉，因为已经有人韩国选民开始咧怀疑讲，你即摆一党独大了，你是不是独裁你是不是因为你独大嘛是独走无甲选民看在眼内变做即款的情形下，变做是傲慢甲迄个贪腐的温床嘛
大家就开始烦恼啊。所以伊迄个李洛渊总理前总理伊就很低调，谦卑啦吼。伊就袂使，绝对袂使，咱咧考验才要开始呢。是。毋这个我毋是讲总统文在寅，也是讲李洛渊总理伊会贪污，就讲因周边的人会看到这个版势这无人管那独大了，无人敢管所以有个人就开始想要避鬼避怪有影啦吼，所以咱自咱讲这个敦睦舰队讨论到这个韩国这个部分安怎伫咧错误中来学习，真正是真重要一课啦。尤其咱讲疫情即阵也袂当收煞如何伫错误中豆豆来进步互国际来看到咱台湾防疫这个表现。真正莫入去到社区啦但是咱有两位医师讲这个学者，就表示讲咱其实有信心免惊吓。今日感谢3位来宾，多谢，谢谢，多谢。